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降低机车超速发生事故，交通部有拍算要伫机车顶面安装限速显示器。议员创全伫市政总咨询的自由发言当中，都批评这种做法已经侵犯到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强调这项政策绝对袂当做。外团交通部建议将要求机车加装限速显示器，提醒民众保持安全车速，同时也方便警方处理。对此，议员创全今仔日伫市政总咨询时，强烈反对该政策，批评妨碍基本人权甲行动自由。今仔日这个动作抛出这个议题本身就非常的非常的奇怪哦。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他加装这个已经是侵犯宪法的基本人权，这可以问律师、问所有的法律专家都知道。这个跟在中国阿公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同款？他们要装了一个手机，然后政府为了要保障你们的安全，防范犯罪，里面的手机内底加一个回传的程式，你都唔知影。现在科技多进步，什么人要互人带机车装一个科技的东西？我看没有一个人民会愿意这个样子。难道要改善交通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就一定要用到这样的方式限制人民的自由，或者是说重惩罚的方式，没有鼓励的方式吗？简单跟议员报告，这个是中央的法令不过他在制定这个规定之前，他会跟我们讨论，那我们也会详细来了解。好，谢谢。那第二个就是说，机车加装这个限速感应器，它不是为了要方便违规了那主要还是提醒驾驶人不要超速。我觉得这利益良善，不过我们应该还是要多方面配套来考量这样。另外，议员再次提出建立南北向快速道路政策的建议，希望让高速公路甲市区的车流分流，避免高速公路大南段被民众用来作为市区的道路使用，来影响车流的速度。对此，市长赖清德表示，将交由交通局进行研议。电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永康区永大路3段因为雨水下水道无小通，所以一落大雨，就常常因为排水排袂好，造成淹水。议员陈秋平呼吁水利局一定要赶紧进行改善。议员陈秋平指出，永康区永大路3段因为雨水下水道无互相连通，所以不管是落大雨也是小雨，拢会造成淹水。虽然曾经反映真侪摆，不过到今拢也未得到改善。伊呼吁水利局赶紧进行加强。永大路，我们那个龙台的中牌在这边啦这拢是无连接的我拢感觉较早过去都错误的设计所以呢，咱即马赶紧呢来改进这个。也是没有连接，你看，这么尼近呢，才10通米尔，竟然拢是无连接，所以讲我要不忙讲市长，在这个部分绝对要加紧脚步，因为呢，迄大概拢是不是积水尔，拢是淹水，淹到人的厝体，所以讲这点一定要赶紧解决。落雨24点钟内底无超过250公里，咱台南市就袂淹水。但是若超过的时阵，像莫拉克的台风，台湾大概每一个都市拢会淹水。那第二呢，就是讲，伊虽然落雨无落量无落遐大，但是伊真短时间落真济的时阵，侧沟雨水下水道量迄个消退量若无够的时阵，有哪会淹？你讲的这个出来更加严重它雨水下水道连通都没有过去乡公所你也是永康市公所咧处理的时候的问题但是无要紧因为咱就要有2个标，一个标已经在进行了，另外一个标水利局在设计。市政府的预算一定会支应。另外，针对大湾地区撤交排水系统的连接缺失，秘书长李梦燕表示，水利局目前正在设计当中，将会赶紧完成改善。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针对中石化土地使用，该公司希望变更作为商业地或者是主题区。不过，议员郭清华认为，市府应该适可改变作为湿地或者是野鸟保育区，建议透过通盘检讨来进行讨论。针对中石化土地使用，议员郭清华认为并无适合作为工业区用途，建议市府将该地改变作为湿地，也就是野鸟保育区，并希望透过通盘检讨进行讨论。这块土地咧吼，伊中石化是差不多伫商业行为吼，伊是咧饲土地，是毋是建议都仔局吼，咱遮这个所在拿来做这个湿地嘛好。还是来做野鸟保护区也好，吼，这两项拢诚适合，吼，是毋是讲会当透过这回的通盘检讨，甲台江这边才来建议这块土地咧，吼，来做这个湿地，还是野鸟保护区咧，吼。就话这件代志吼，因一直无愿意彻底执行迄个改善的污染的这个决心的时阵吼，佮甲咱向咱提出讲要甲这块工业区做变更吼，所以阮当初是拒绝。中石化的这个要求啦吼，因为因的5万毋是单要做湿地，伊是5万要做商业地，要做主题区，阮是当中有甲拒绝啦吼。所以未来这个所在若要用上，因为这中石化有可能会自产，但是我想这是未来双方吼，佮爱佮继续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因为伊当然想要对这地摕转去利，但是咱是希望伊爱彻底执行改善才来讲。另外，台东并价国体目前只剩少部分的民众居住，议员指出，该笔土地大约有9亿的价值，所以希望社会局会当积极甲居民协调搬迁，让这块地得到完善的运用。对此，市长回应，目前已经拟定搬迁政策内容，在会后将会开始进行协调。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顶礼拜5暗时，市府匆匆忙忙公布大台南市房屋税调整案，不过因为说明了无够详细，再加上对所到民国90年以后设立户籍的房屋，拢爱收税，造成真侪市民无法度谅解，提出陈情。议会国民党团就向市府发声，要求修改调整案。台南市房屋税确定要调起的幅度分3档进行，第一档54%，第二档65%，第三档81%。因为调起的基准数，市府伫咧顶礼拜5宣布时阵无讲清楚，佮加上政策方向的制定无够公开透明，短2天就引发侪民怨。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专员拢到，替市民发声，向市长发出上界严重的抗议。和这届房屋税调起问题浮出台面的议员谢良介表示，大台南房屋税调整案上届互人无法度接受的所在，就是既然要向前对到民国90年设立户籍的厝，全部拢要收税，这是违反宪法，而且全台湾根本无一个县市敢做的代志。我们仍然不知道，凭什么台南市政府可以推溯回追到民国90年7月1号到现在105年的房屋为他们加税。另外一点呢，国民党团表示强烈的不满，号称所谓我们5都里面我们调的不高，看看我们跟其他5都所有的公共建设相比，台南市汗颜落后许多。赖清德有什么资格把所谓的其他5都涨幅都比我们高，拿来为自己的不公不义加税？唯一追溯到民国90年，就只有我们台南市，这是我上听袂落。台南市的乡亲不断，伊讲议员，啊你讲假，人市长讲无102%，我要甲大家讲，超过102%，有197.83%，有162%。那么这个102%就是因为阮党团发动所有的乡亲打电话到1999，然后写信箱给市长。我向大家报告，根据市政府内部的消息，市长信箱已经塞爆了。为什么？人民会痛。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也公开呼吁，若是市府无愿意检讨修改政策，要全民拢来对抗这款无公平的扣税方式。抗税！抗税！抗税！台南新闻网早张伟忠采访报道。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为去年开始陆续推动新的福利政策，包括发行季刊、增加奖学金的名额，同时甲真侪大台南的店家合作，以着友谊商店的概念，要互党员享受更加侪福利。对去年开始，民进党市党部推出侪政策，提升党员福利。也因为经济是人民生活落去上界重要因素，所以重点推动的友谊商店计划，就是希望让民进党员消费时阵享受到较侪优惠，同时也将店家的资讯放伫咧民进党团的季刊当中，帮助店家争取较侪知名度，形成双赢局面。拢即间季刊拢是伫3月、6月、9月、12月底吼，准时送到咱党员的即个手中。啊，今年因为咱的即个季刊吼，咱拄啊6月2日要解说咱的执行费，所以季刊会延到差不多7月初10吼。啊，了咧，我就恢复咱的即个规个履业奖学金，就是过去咱的党员的囡仔，伫即个高中，甲伫大学研究所是优良的表现吼。咱党员，咱的党部用甲伊做这个奖学金啦。啊，我上任了呢，我甲名额扩大，本来30变50，啊，我甲赞助搁往下吼，甲延到这个国中啦吼。啊，第三，我咧想讲要安怎甲咱党员吼，实际吼来求着因的这个福利，啊，顺顺会当合咱台南市规个市政府的市政或者推动吼，会当甲结合。目前计划加入的店家已经有70多间，经营的形态包括食的、穿的、用的拢有。未来计划将要增加到200间合作的店家，并平均分布伫咧大台南的每一个区域。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下款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的工艺品一向拢是老师傅代代传承落来，不过受到大陆介绍真价冲击。互咱的工艺品不得不转型，来自四川杨顺和提出传统寺庙密作展览，要将工艺创新，嘛希望互生活艺术化。对高中毕业就开始从事新民雕刻到承包庙宇建筑的杨顺和，累积到现在功力，真侪作品拢会当讲是艺术展绩。伫即摆展览更是将庙的基本配备，包括花杆、静香炉、基木等各种的器具，以加当立石榴等多层的雕刻工法来呈现。同时，纯手工的木雕甲木造作品，都会当看出杨顺和的工艺美学，而且将古早味的改良较精致以及创新的价值，更是难能可贵。办这个展览吼，主要要互咱一寡拜拜的人啊，庙宇的主事吼，了解一寡咱庙林的艺术啊，甲即个咱拜拜宴龙的物件、摆设的物件，会当进入家庭化好，啊，提升咱的拜拜的水准，啊，了解这木材啊做法工艺，啊，会当互咱传统的行业会当搁继续延续下去，互后代人了解讲咱台湾的文化的存在安尼。以早老师傅留落来，咱捡起来，啊，加入咱，搁即马咱的创新，咱的想法，啊，加落去，啊，作品安尼，吼，啊，就即间主要的展览就是安尼，即个目的安尼。杨顺和传统寺庙的木造展览，目前正伫新源文化基金会位伫中安街文化展览馆，一直展到7月3号。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预约参观。电话2265915。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富勒蒙教育基金会关心弱势儿童的英语教育，至今迈入第6档。今年扩大服务的范围，甲高雄乌来、台南市北区以及安南区，总共21间学校签署契约，将会当做好800外位的弱势儿童。富勒梦学院的老师搭配乐器，唱出知名的英语歌曲，这也是因上课的其中一个方式。为了要让更侪弱势学童会当更加轻松接受英语的学习，这个老师拢用尽心思设计课程，也会搭配即兴的活动，和富勒梦的梦想起飞免费英语课后辅导专案，一档比一档更加进步，愈办愈好。基金会一直在推广对这个英文的重要。尤其弱势的，当然他没有钱去补习。现在的英文是普遍，也是有少部分是很普遍的。当然是讲有钱人，一年补习可能花一个10几万、20几万、20-30万都有。那我们这是完全免费，甚至于教科书、笔记本一切通通是免费那全部呢，连这个本部这边300个算起来是将近有800个，那也有许多这个困难，就是管理上，这20几个学生，还有这边300个也来了20几个学校来的，尤其弱势的家庭，实在讲，对于各种的一个条件比较差。但是我们这一个呢也还好，我们的行政人员老师很努力来协助这个事情。今年也加入了北区的弱势家庭孩童，和在地议员大乐富勒梦教育基金会用心。他除了关心英文、英语以外那也关心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那我想当时。董事长在跟我说，当然他们已经原来在湖内的地方已经在做这些偏乡这些弱势的小朋友的英语的教学、补救教学以外，那他也认为说我们市区的孩子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也很感谢他给我还有给姐姐婷飞给我们机会来推荐让我们北区跟安南区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孩子也能够有比较好的英语的教学所以我觉得要再一次我们是掌声谢谢我们的董事长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今年一度的签约仪式顺利完成，基金会也希望未来办学的范围会当愈来愈大，造福更加侪弱势孩童。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城大光复校区对面的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启用9档，已经有54档。不过因为是国有地，加上时空背景转变，在政党轮替以后，备受外界压力，所以最后只好依照教育高级无奈退出，将在6月25号举办暗会以后，搬迁到其他所在继续服务。为伫第6个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现况的演习教室，其实伫民国51年启用时，是提供偏远青年来台南就读的学生宿舍，称作台南学院，同时作为团委会行政办公的指挥中心。不过到今日105年，对5月开始就陆续搬迁，整理所有财产，照硬体设备也当使用的。除了和其他县市的团委会，嘛将关乎有需要的弱势团体，渐渐人气流空。其实对台南市团委会来讲，在政党轮替以后，嘛是全台救国团第一个团委会，率先在54档后，以左右到期，规行政府有400建坪空间。对此这段期间，除了和想要来参与活动民众白走一抓，嘛有侪资深的员工甲干部相当唔甘。毕竟伫遮已经有黑感情，在这里其实是还蛮不舍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有10几20年的时间在这里工作。那这里的同仁，包括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友，包括我们在这里活动的一些伙伴，其实这里要离开，我想在这里待过的学生，在这里住宿过的学生，他们其实都是会蛮感伤的。那我自己也很舍不得，而且真的是那一天要搬家的时候，其实是蛮难过的。是的。
当然，为了纪念该会长期伫遮从事语言教育、健康运动、儿童成长等等服务，以及终身学习的点点滴滴，预计6月25号最后一天，透过老相片的回顾，举办小白暗会，正式画下句点。救国团在这个地方已经办理活动也好，或者办理服务工作，已经有54年的一个时间。那因为这个租约的到期我们要在6月29号交还市政府之前呢，会办理这个惜别的一个茶会。那惜别的一个晚会呢，是在25号的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我们会邀请曾经在救国团这边服务过的一些同仁，还有我们对这个有深刻印象的我们的救国团的义务工作同志还有曾经在救国团这个大学路西段这一段期间这个参与过活动的这些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这些青年朋友一起回来参与我们的惜别晚会。那要在晚上9点的时候做最后的一个熄灯。对面时空背景无同，全台救国团所拥有的建筑经营，拢受到外界质疑。不过，台南市团委会强调，伊嘛希望合法避免争议，所以退出这个空间。不过，以后台南市救国团伫中义路等7大中心的据点，依然坚持服务的心，并无拍折。我们在6月25号晚上7点办理的这个活动，定名定调叫做挥别大学时代。救国团在前行，意思就是说，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事实上已经在安排在忠义路3段的一个租用的一个限制，再继续为我们台南市的青年朋友，还有我们的社区民众，还有我们的一些弱势族群，持续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并不会因为我们搬离开现址了以后，服务会有任何的一个中断。救国团永远跟青年朋友、跟我们的社区民众站在一起。根据了解，伫6月25号隔天，市府财政税务局接收以后，所有伫遮的建物将全部卡掉，规划成停车空间，也将成为济人心中永远的历史记忆。电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6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